上爱一边赛车一边看粗囡啊，看七啊，足低高。阿母敢袂生气？阿母无你食定啦。阿母无滴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安怎足安怎？哦，一面赛车，一面安怎足安怎？安怎哦，来，咱请就答。哎呦，好，来，广告。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唱歌念歌诗，足好听。哦，念歌诗足好听。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哎，真清楚哦。一项代志，一项代志哦嘿。你金哥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讲电话，足危险。哦，一面讲电话足危险的啦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哎，来，广告。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分家龟，哦，分家龟，足碰风。哦。一面赛车，一面分家龟，足碰风哦。好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好对。哎，这是安尼一句的啦，哈。来这边。你请讲。来，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听音乐，足轻松。哦，听音乐足轻松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好对。嘿，来。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看粗囡啊，看七啊，足低高。阿母敢袂生气？阿母无你食定啦。阿母无滴。一面赛车，一面看七啦，足低高。老师，安对唔对？好对。安尼足危险的啦。搁想啊。来，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搭喙鼓，足趣味。哦，搭喙鼓足趣味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好对。嘿，来，对哦，来这边，搭喙鼓足趣味哦，恁这边。哎，愈紧啊！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热头章，做引导的。哦，一面热头章足烟头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啊，真正。哦。来这边，热头章足烟头的啦。哎，换你。我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讲笑话，就排球。哦，讲笑话足歹笑啦，哈，讲笑话足歹笑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哇！啊，有伊的道理哦。嗯，是，了紧来分数先。哎，广告得到1分咯。来听，白手啊。老师解说哦，哈，来老师。啊，是安怎拄则无这边过吼？就是有时啊，咱会较用台语的想法去讲，是好笑是对，不过咱台语较无咧讲歹笑啦。歹笑。好，你会当用其他的形容啦。哦，就是你会当去用其他形容，但是无一定爱是好，一定爱歹，吼，就是讲好笑爱对啥物吼，所以就是咱若用语法来讲，当然讲笑话是 OK 啦，吼，毋过嘛有的人吼，笑话甲笑亏会分哦，笑话是看人的笑话，笑亏是讲做心笑代志，讲笑亏，有的人会安尼分啦，嘿，因为迄个笑话有些华语、台语吼，人咧讲有无？看人的笑话。对啊，当然拄则有的是较共款的名，譬如讲分家龟甲碰风，其实是共款的代志。当然你会当讲是你感觉伊足碰风，还是讲伊家己嘛感觉家己就是咧碰风。还是伊哪赛车哪摕家龟出来分？过来拄则有的咱咧讲的过程，讲到无啥共款的句型吼，其实是华语影响的。就是咱这一面安怎，一面安怎，这是台语的句型无毋对。但是有的拄则敢若毋知，这是对讲到一边，一边就是华语的讲法啦。咱无咧讲一边安怎，一边安怎，这就是算华语的讲法。吼，台语来讲一面安怎，一面安怎。当然嘛有人其他讲法，讲哪赛车哪食物件，哪啥物嘛是会使啦。赛车对，好，谢谢老师。